嗨，大家好，我係小初。今日咧，我哋請到香港嘅資深嘅社交教練 KA 準嚟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喺社交活動當中咧更容易識到女仔。希望咧可以幫到大家走少啲彎路。嗨，大家好，我係 KA 準。今日咧好榮幸小初邀請我過嚟做一啲嘅訪談啦，分享一啲嘅關於玩社交活動嘅技巧。我本身係一個依家其實都有嘅，依家亦都係一個搭訕教練。除咗搭訕教練之外咧，即係喺教一啲香港嘅一啲嘅男仔喺街頭搭訕之外咧，依家亦都有一個新嘅渠道，就係話點樣去教一啲嘅男仔喺交友活動咧上面識到異性。我通常都係參加深圳嘅交友活動比較多啲嘅，自己亦都有舉辦一啲嘅交友活動，所以好明白嗰啲男仔喺一個社交活動需要係點樣去識到異性，有咩細節位需要注意，同埋點樣去令自己咧更加喺呢個場合入邊咧更加突出。我先講下我嘅背景先啦，其實我都喺教搭訕。街頭搭訕嚟講咧，都其實已經有5至6年嘅時間。就喺街頭搭訕嚟講咧，其實真係非常之難，因為大家喺路上面係完全冇任何嘅一個嘅社交嘅狀態。例如一啲男仔走出去識個女仔，個女仔可能行緊街，或者可能去做另一啲事，可能去約緊朋友嘅。但係要喺一剎那之間由一個無社交狀態轉成社交狀態，嗰個難度非常之高。而呢個嘅社交活動嚟講咧，其實佢本身已經有一個社交狀態喺度，大家可能已經係有個熱身，所以其實大家喺入邊咧，已經係想識對方，其實係比呢個搭訕咧容易10倍以上嘅。好啦，我其實咧喺深圳嚟講咧，就已經玩過10幾20次嘅交友活動，唔同種類都有嘅。有啲係可能打下撲克啊，或者打下桌遊啊，亦有啲係比較刺激啲嘅，可能係玩下爬山啊，或者飛盤啊，或者攻防戰等等，好多唔同新興嘅活動。但係咪每一種活動都適合認識女仔咧？其實我覺得唔一定。今日咧就可能會同大家講，到底有咩活動係真係比較適合認識女仔咧？有咩係唔需要去參加咧？成功率會比較大啲咧？一陣再同大家去分析下。今日咧嘅幾個環節嘅就係第一個就係有咩社交活動推薦大家去參加啦。第二就係你點樣喺呢個，如果你係一個內向嘅人，你點樣喺一個社交活動中可以識到異性？更加犀利嘅，你點樣可以喺呢個社交活動突出自己？第三就係同埋喺交友活動嚟講咧，你有咩錯誤係需要避免嘅咧？因為喺好多嘅交友活動嚟講，其實注意過太多嘅男女嘅一啲嘅佢哋點樣去交流。其實咧佢哋入邊咧可以喺啲細節位入邊咧睇到佢哋有好多嘢咧係做錯咗嘅。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等大家咧可以走少啲彎路，更加容易咁識到女仔。